행기의 뜻들이 大家好， 들이 안둘럽생 개바 카바 개바 스드치기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第8课打电话。那么时下打电话是最方便的通信方式，那么电话的确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很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关键的时候，您的电话可千万不要没电哦。那么您知道怎样用藏语打电话吗？那么今天我和边巴老师给大家教一些用藏语打电话时的常用的一些句子。比如我们经常拿起电话以后这样问这是들리 키라 수在南边饮吧您好请问您找谁一般我们接到电话一定会说这句话这是들리 키라 수在南边饮吧您好请问你找谁这是들리 키라 수在南边饮吧请问您找谁这是들리 키라 수在南边饮吧您好请问您找谁那么有时我们也这样问请问您是哪位根据语句키라 수인吧请问您是哪位根据语句키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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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수인吧请问您是哪位那么您要找的人是干妈局长的话经常会这样问请问干妈局长在吗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干妈局长啦修读的请问干妈局长在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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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他不在您可能这样问别人他现在不在您有急事吗空谈的修民度키라在这预备他现在不在你有急事吗空谈的修民度키라了在这预备他现在不在您有急事吗空谈的修民度키라了在这预备他现在不在您有急事吗空谈的修民度키라啦在这预备他现在不在你有急事吗那么我是打电话的那一方的话我肯定会跟你留下这样一句话那么请转告他下午让他在交通局开会키랑키 콩라 치주 짐주주라 총도로 필요나 스그도스 송로나请你转告他下午到交通局开会 키랑키 콩라 치주 짐주주라 총도로 필요시 스그도스 송로나请转告他下午请他到交通局开会 키랑키 콩라 치주 짐주주라 총도로 필요나 스그도스 송로나请转告他下午在交通局开会当您找不到干妈局长时您可能给接电话的那个人说这样一句话那么请问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根据语句콩키 카방자 가주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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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在问电话号码之前，你应该确定他有手机吗？那么他有手机吗？空了，垃圾卡巴有指别。他有手机吗？他有手机吗？应该这样问。空了，垃圾卡巴有指别。他有手机吗？空了，垃圾卡巴有指别。请问，他有手机吗？空了，垃圾卡巴有指别。他有手机吗？那请帮我接一下传达式，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 키랑키 나라 준규 칸기 카바직 뒤로나 请你帮我接一下传达式。 키랑키 나라 준규 칸기 카바지 뒤로나 请帮我接一下传达式。 키랑키 나라 준규 칸기 카바지 뒤로나 请帮我接一下传达式。 키랑키 나라 준규 칸기 카바직 뒤로나 请帮我接一下传达式。因为找不到干妈局长，我打了一下午的电话。那么打了一下午的电话应该怎么说？ 예, 콩라, 치주, 치칸진, 카바, 개비히. 我跟他打了一下午的电话。 예, 콩라, 치주, 치칸진, 카바, 개비히. 我给他打了一下午的电话。 예, 콩라, 치주, 치칸진, 카바, 개비히. 我给他打了一下午的电话。 예, 콩라, 치주, 치칸진, 카바, 개비히. 我跟他打了一下午的电话。 您给他打了一下午的电话都没接通，原来是您把他的电话号码给弄错了。那么您把他的电话号码给弄错了，应该怎么说呢？ 키랑키, 콩키, 카바라, 앙자, 너른랑샤. 你把他的电话号码弄错了。 키랑키, 콩키, 카바, 앙자, 너나샤. 你把他的电话号码给弄错了。 키랑키, 콩키, 카바, 앙자, 너나샤. 你把他的电话号码给弄错了。前面我们学习了打电话时常用的一些句式，那么根据课文内容，下面我们来做一下替换练习。下面我们针对重要句型做替换练习。那么平常打电话时，我们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请问谁谁谁在吗？那么我们今天先来学习这个句型，在藏语里应该是根据许句了，苏苏苏，许读耶。比如，请问爸爸在吗？根据许句了，巴拉许读耶。请问爸爸在吗？根据许句了，巴拉许读耶。请问爸爸在吗？比如，请问刘老师在吗？根据许句了，给刘了许读耶。请问刘老师在吗？根据许句了，给刘了许读耶。请问刘老师在吗？请问扎巴院长在吗？根据许句了，院长查不啦许读耶。请问扎巴院长在吗？根据许句了，院长查不啦许读耶。请问扎巴院长在吗？那么打电话时，我们经常也会这样说：请帮我接一下谁谁谁。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种句型，在藏语里应该是 키랑키 나라 수수수 카바시 들어나。比如，请帮我接一下局长办公室。키랑키 나라局长熊来看给卡巴吉推着呢，请帮我接一下局长办公室。 키랑키 나라局长熊来看给卡巴吉推着呢，请帮我接一下局长办公室。
比如，请帮我接一下主任讲。키랑키 나라 주任키 심강기 카바직 뒤로나，请帮我接一下主任讲。키랑키 나라 주任라기 심강기 카바직 뒤로나，请帮我接一下主任讲。请帮我接一下编辑室。키랑키 나라 좀지강기 카바직 뒤로나，请帮我接一下编辑室。키랑키 나라 좀지강기 카바직 뒤로나，请帮我接一下编辑室。前面我们重点学习了2种句型，那么根据课文内容，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怎样运用的。喂，这是的嘞，想吃熊这呗？这，香肠找到了，修都给。俺因其他输赢呗。俺总为熊来看给长接应。香肠找到了，手机忘了给其他装了几批了呢？你最快下了，赶没能给送给都。用啊，俺生意点点交不起劲。哦，那生意借用。生意借用。刚才我们在学习课文和情景练习当中遇到了很多生词，那么针对这些词汇，下面我们来进行重点的学习。给吧，第8。给吧，第8。卡巴的电话。卡巴尔，电话。跟着学，请问。跟着学，请问。在哪找？在哪找？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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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在。速度在。寿命度不在。寿命度不在。在车集市。在车集市。警局局交通局。警局局交通局。从도로 핍来开会。从도로 핍来开会。安畅号码。安畅号码。拉기를卡巴手机。拉给卡巴手机。人时间内。人时间内。准据康传达室。准据康传达室。弄囊弄错。弄囊弄错。给刘了刘老师。给刘了刘老师。院长查不啦扎巴院长。院长查不啦扎巴院长。熊烈康办公室。熊烈康办公室。宗居康编译室。宗居康编译室。喂喂喂喂。sim睡。sim睡。有个节大概可能。有个节大概可能。推出기개발时差。推出기개발时差。哈람大概。哈람大概。擦了已经。擦了已经。我咱早点儿。我咱早点儿。香香香香。师兄政府。师兄政府。差不多
扎多，差多，扎多，乡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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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务，县委，总务，县委，章级，章节，章级，章节，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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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区，情况，事情，捏区，情况，事情，干么呢？商量，干么呢？商量，圆啊，好吧，行，用啊，好吧，行，颠颠，一定，颠颠，一定，脚儿吐不起，赶到，角儿吐不起，赶到，宁空，中午，宁空，中午，节用，再见，节用，再见， some，想 some，想 ，go，让着，只能 go，让着，只能舔着，这样，舔着，这样，爬着，之间，爬着，之间。前面我们学习了用藏语打电话时所要用到的常用句式，我们学习了词汇，还进行了情景练习。那么您学会了如何在电话里跟藏族朋友交谈了吗？好，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起码节用。让我们下堂课见。